想買12蚊一片的磚，來香港呢家店就揾得到。全店面積2000尺，全屋一站式建材店，連裝修工程都有，就帶你睇下到底有幾平。而家限時全店800市。我哋唔單止12蚊就一塊瓷磚，連最常見嘅廚廁牆身磚都只係17個8就一件啦。再大塊啲嘅400乘800，29蚊就買到啦。無論是輕遮風、簡約風、奶油風、復古風，幾百款磚任君挑選，滿4000蚊就包運費，買得多仲可以幫你申請更多優惠。SPC 石塑地板都係我哋鋪頭嘅熱門產品嚟㗎。比起同行，絕對有質量及價錢優勢。1毫米超厚精面層超防割，防水防火，用10年以上絕對冇問題。包工包料，250尺只需6800。如果住公屋居屋的朋友，你絕對會喜歡這個 PD 門，超級攤位，逆推易拉，2980包裝包到車，廚房廁所都用得。另外針對公屋期光，有專門定製浴屏，3891套，包送貨包上樓包安裝，簡直抵到我流眼淚。更加有9.91片地毯，辦公室低價裝修必備。想裝電視背景的業主，咁真係1000%要來啦！岩板超大片，花紋精細多樣，全港最多款樣板40加片，880蚊就有一件，就係你見到咁大片。最後公屋要自己間房，可以考慮下用環保生態板，屋企人有隱私，仲可以慳一大筆。一間房間改造2間房，有枱有床有衣櫃，旺角站行3分鐘到，潤基商業大廈3樓，鴻圖80建材城，買建材唔使上深圳，快啲來選購啦！